村里马经理赢了马家军，赢了马家门，不退马家。刘兄，应该对不起你，你怨我，恨我吧。梁兄，应待此生一复芳。梁兄，你领去送女吧。也没想你我草脚相思，一点不争。你今了伴送夙愿山贼东藏，今死了你藏，三八里相送，也没你爱须婚配，女婿过墙，梦东婚配，是死路打破天机。女婿我一路狂奔来到这妇人去救美，想不到走东过墙，已经连理，也没一许他生。怪女兄我的女的不是君才，是女兄我对了眼眉的一番爱意深情，梁兄对不起你。既算是此，女兄告辞了。情况与子身上，与子偕老。也